筆咧就係2015年成立嘅。咁我原本咧，我哋澳門筆會就已經有一班嘅作家啦，就係寫好多嘅純文學啦，得到好多唔同嘅獎項，亦都係得到咗社會好多嘅認同啦。咁而我哋同一筆咧就喺呢個2015年嘅時候，我哋覺得小朋友咧中意文學都係要從細培養嘅，咁所以咧我哋就開始有一個嘅期刊啦，咁咧就係定期咧就徵集一啲文學作品。我學習嘅兩個好重要嘅關鍵詞，希望係開心。喺開心之下，我哋學到一啲嘢；喺開心之下，我哋欣賞咗一個美嘅作品。自己玩一堆玩具都可以發生啲好有趣嘅嘢，咁由好小嘅事嗰度變成一個小故事，再變成一個中故事、大故事，我哋一齊結合到去做啲更多嘅創作出嚟。我想就是給所有的小朋友傳遞了一種愛，包括人與人之間、長輩對晚輩的愛，還有一種對大自然的這種愛護和相互之間的這種互文關係。剛才劉老師告訴我們，他就由心而發即係順住自己心嘅感覺就去創作啦，同埋佢自己對於家鄉或者呢個事物嘅感受就寫出嚟。大家作者都可以放心去即係天馬行空啲去諗下自己想創作啲乜嘢嘅故事咁樣。每一次大活動，我係覺得自己同緊作者係一個好深入嘅心理交流咯。咁同埋我每一次大活動，我自己係唔會攰㗎，但係小朋友係會俾好多精力俾你嘅，你會覺得充滿力量嘅。我哋啲小朋友點樣先至我哋真係做到家國情懷？首先係要認識佢咯，走入去真係去思考呢個地方嘅一樣嘢啊，同埋所有建築嘅嘢，我諗先至可以幫你建立呢個感情。今天就是整個活動下來說，我是能感受到小孩子他的創作能力是很豐富的。就多交流吧，可能會有一些新的想法和嘗試。對，覺得作為澳門本土的同學來說，我覺得都一直在成長。對，爸爸去變做一個烏鴉去化身教釣魚，點樣從一個更加好嘅方向去探索飛行同埋享受飛行嘅樂趣。我希望可以有一個新聞就係可以將健康帶給世界每一個人，大家都可以快樂生活下去。希望大家把今天的煩惱先丟下，然後去迎接新的一天。我覺得同一朝俾我最大嘅一個啟發係我第一次參加活動嘅時候咧，咁最後咧就叫小朋友去攬下爸爸媽媽行，即係俾到我最大嘅信念就係一種愛啊！大家都係一個角色咯，就係我哋都係一個播種者咁樣。咁隨住小朋友嘅成長咯，係嘛？咁佢面對唔同嘅經歷啦，開始咧佢嗰個種子就會發芽，咁之後咧就會結果啦，然後咧就會形成一棵大樹。